男人专心的嘘嘘，却发现了颠覆认知的现象，不管他如何扭动核废水都会命中目标，于是就开启了放飞模式。我猜他小时候一定是画地图的高手，还是能画出世界地图全貌的那一种。我尿床怎么了？你想从里尿过床吗？因为一场车祸将内森送进了医院，医生说他有50%的几率康复，可女友却劝他把意识上传到虚拟世界，并承诺以后会用克隆技术让他重返现实。卧槽，这娘们是不是已经有下家了？可悲催的是内森竟然还同意了，然后滋啦一声了猪毛的味道四处弥漫。就这样他进入了 AI 虚拟世界，看到真实有触感的手脚简直难以置信，便与客服管家唠叨的没完，而客服小美只是轻轻一滑屏幕，内森就立刻睡去了。在这里你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，完全可以享受与现实生活同等甚至更高的待遇，但如果要是没钱，那就是凄惨他妈给凄惨开门，凄惨到家了。穷人每个月只有2个G 的免费基础流量，小孩只能拿垃圾当作玩具，看书也只能看前5页，想继续观看就要另付费用。很多人到了那几天连遮羞的衣服都不敢买，因为流量一旦提前耗尽，就会被无限期的冻结，除非家里人能及时给你上涨，才能够复活。但总有一些老六要挑战系统的权威，他仅花1杯水的钱，竟想白嫖热水泡澡，被客服发现他还大言不惭回怼对方，客服简单的一个操作便拿走了他的小飞鬼。要说死过一回的人是不会有记性，肚子饿了他就钻系统的漏洞狂吃骗来的热狗，见他不知悔改，这次客服彻底怒了，转眼间双手就变成了小拳拳，颠倒黑白。他投诉了客服，但客服百口莫辩，只能还回他的手指。不过这次他一定会长记性的。而在大家安然入睡时，系统出现了异常，有人正在删除那位爱画地图的内森脑中的记忆。另外，内森的表姐也发现他的车被人动过手脚，很明显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。